機械人速遞第76個賽日，5月31日，沙田日馬最新嘅飛數異動，截飛時間11:30，開跑時間12:3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5匹，入圍1匹；落飛提供14，入圍8；回飛提供12，入圍3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1號線路神話，標籤古惑，全飛拉動4.64。第6場5號越盡歡欣，標籤古惑，拉動4.64，力度5。第7場4號晒冷，拉動11.06，力度5。第8場5號手機標霸，標籤小心，拉動7.41，力度5。第10場13號都力福星，拉動4.38。第11場4號君子傳承，拉動4.73，力度4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一場2號文明福星，標籤古惑，全飛拉動1.67。第4場2號飛騰追，拉動1.53，力度5。第5場1號一定超，標籤馬膽，拉動1.07。4號紅衣醒目，標籤小心，拉動1.08。第6場4號美麗同享，拉動0.42。9號玩笑，標籤古惑，拉動2.63，力度5。第8場2號驕陽明區，標籤高基，拉動1.35。7號賢者無敵，拉動0.24。第9場5號元朗精英，標籤高基，拉動2.08，力度4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3號幸運旅程，標籤實力，全飛拉動-1.96。6號團結勇士，拉動1.09。第3場9號嘉應勇士，標籤古惑，拉動1.8。第6場1號鴻運帝王，拉動1.19。6號陽光勇士，拉動1.93。第7場1號真心傳奇，標籤馬膽，拉動5.14。第8場1號金鑽貴人，標籤小心，拉動8.16，力度4。第11場9號超易穩，拉動2.96。冷馬系列突擊馬，第2場1號超平凡，非佔比8.52，拉動2.84。第3場5號非凡時刻，佔比6.81，拉動2.25。第4場2號飛騰追，佔比8.52，拉動1.53。第5場5號威武年代，佔比8.53，拉動3.29。11號連冠王，佔比7，拉動-0.03。第6場2號禪聖輝煌，佔比6.79，拉動0.53。第7場7號正氣清區，佔比8.76，拉動0.36。第10場2號加州動員，佔比7.39，拉動0.42。10號得心之餘，佔比8.54，拉動-2.47。第11場2號飛輪步，佔比7.33，拉動0.45。第11場8號堅闖，佔比6.96，拉動1.83。14號東方飛影，佔比9.04，拉動-0.79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